大家好，歡迎收睇馬體會嘅 channel。神鬼異象性係一個新興嘅網絡用語，係改編自物理學嘅波粒異象性，係用嚟形容某啲人、某隊波或者某個角色喺唔同場景之下展現出截然不同、極端反差嘅表現。通俗啲嚟講，就係神一時，鬼一時。而喺賽馬界，亦都有神鬼異象性嘅代表。隻馬心情好嘅時候，可以一穿15後上贏馬；而隻馬心情唔好嘅時候，亦都可以輸馬迷120億yen。完美演繹乜嘢叫做喺天賦面前努力係一文不值。呢個家族嘅馬每一匹都係天賦異稟，但係脾氣各有各古靈精怪。我哋將會分3集同大家講述日本賽馬界最抽象嘅家族——黃金家族3個最具代表性嘅成員。而第一集率先會講嘅係黃金家族神奇基因嘅源頭——黃金旅程。1994年3月24號，黃金旅程喺北海道嘅白鷺牧場出世。父系係日本鼎鼎大名嘅周日玲正，阿媽係足球小子個 full sister 黃金色帶。根據練馬師池江太郎嘅回憶，黃金旅程啱啱出世嗰陣，其實好細隻，身形都好單薄，但係成身黑毛就顯得好有神氣，整體比例亦都好均勻。不過黃金旅程嘅誕生就令到牧場方面感到有些少嘅恐懼。一嚟當然係周日玲正出名嘅臭脾氣，而佢阿媽亦都唔係啲咩乖嘅馬。根據白鷺牧場長所講，黃金色帶即使係發情期嘅時候，都會好惡咁樣咬侍情嘅馬。繼承咗呢兩隻馬咁臭嘅脾氣，牧場都知道黃金旅程以後嘅脾氣絕對唔會好得去邊。黃金旅程1歲嘅時候喺白鷺牧場都尚算幾乖，特別中意食草，好少發生啲咩麻煩嘅事。但係斷咗奶送咗去空港牧場之後，暴脾氣嘅基因就瞬間覺醒。喺空港牧場訓練期間，可以見到黃金旅程經常淨係以後腿支撐站立，就算係經常以後腿站立，都唔會搖晃。後肢同埋背脊力量嘅強大已經初見端倪。黃金家族最出名嘅後腿飛踢，亦都係呢一個階段養成。黃金旅程係見人就踢，見到馬就咬，見到其他馬入到視線範圍內，就算距離再遠都要過去踢2腳，可以話係路過嘅狗都要追住跑。唔單止係生物要踢2腳，就連死物都唔例外。喺一次接受激光治療嘅時候，黃金旅程忽然起飛腳踢爛咗2部天價嘅儀器。不過好彩嘅係，即使發咁大嘅脾氣，佢嘅訓練都尚算配合，都可以好順利咁樣完成初步嘅調教。之後社台競馬俱樂部以3800萬yen買咗黃金旅程翻嚟，而俱樂部喺公開招募馬名之後，根據1983年美國電影《局外人》嘅主題曲，就起咗黃金旅程呢一個名，寓意係保持光輝，保持初心。1996年9月底，2歲嘅黃金旅程去到律東訓練中心，並交由池江太郎訓練。而佢亦都係之後訓練出夢之旅同埋黃金巨匠嘅練馬師池江太壽嘅爸爸。根據馬房職員山松元治所講，池江先生話俾我知，佢係一匹精力充沛、眼神有力嘅馬。佢講得一啲都冇錯，佢隻眼同普通嘅馬係完全唔同，經常係擘大隻眼，一有機會就會發脾氣。從一開始去到佢退休，佢總係會向人類表達一種我最強嘅態度。喺黃金旅程嘅出色配合下，律東嘅訓練異常順利，團隊亦都對黃金旅程之後嘅競賽生涯十分期待。跟住落嚟，我哋有請呢個節目第一個黑仔嘅騎師，法國著名好手柏少雷。嗰陣時候嘅柏少雷只係短暫喺日本交流嘅騎手。佢1996年12月1號騎黃金旅程參加3歲新馬賽，當時獲得第3人氣，第1人氣係同為周日玲正產區嘅大國周日。結果就係黃金旅程做過最快末段時間，但係因為出閘慢咗留後，最終只係跑第3名嘅成績。
第二戰嘅3歲新馬第一人氣，但係又因為右前腳骨膜炎發作，最終係跑包尾返嚟。第一名係之前嘅大角周日。休養過後，黃金旅程改由洪澤仲文出賽第3戰4歲未勝利，結果就喺賽場上直接拉住個騎師行街，就喺轉第3個彎，黃金旅程帶住洪澤仲文向外一路斜跑，仲將佢拋咗落地。比賽係直接判失格。JRA 對於呢件事係非常之不滿，係責令黃金旅程需要重新調教。而講到黃金旅程向外斜跑嘅問題，佢在役嘅時候馬房都可以話係絞盡腦汁，除咗會用防斜跑口含鐵、單邊眼罩等等嘅特製裝備之外，調教中仲會一路貫徹向右行走嘅原則，向左走就會責罰，向右走就會獎勵。當時仲係調教助理嘅池江泰壽就分析，黃金旅程認為向左跑係可以偷懶，喺比賽緊嘅時候總係諗辦法 hea。佢明白只要向左斜跑，騎師就冇辦法直路全力衝，而咁嘅情況基本上係貫徹咗黃金旅程整個嘅競賽生涯。呢段時間過後，黃金旅程總算係穩定咗啲。3月22號同埋4月19號，黃金旅程連續2次4歲未勝利賽攞第2，然後終於喺生涯嘅第6場贏到第1場嘅頭馬。5月11號嘅4歲未勝利賽，跟住落嚟就係黃金旅程生涯最重要嘅一場比賽——阿寒湖特別。要講到點解呢一場比賽特殊呢？作為4歲以上900萬以下嘅條件賽，呢一樣係黃金旅程可以參加重賞賽嘅資格證。當年嘅阿寒湖特別仲要係2000米，第2年嘅1998年就延長去到2600米。黃金旅程係以3/4個馬位奪冠，係奪得1486萬 yen 嘅獎金，亦都拎到重賞賽嘅入場券。而阿寒湖呢個名亦都悄然成為咗黃金旅程嘅代號。10月12號，黃金旅程參加菊花賞前哨戰京都新聞杯，呢一場亦都係黃金旅程第1次嘅重賞賽。只要跑入頭3名內就可以進入團隊嘅目標菊花賞，但係結果黃金旅程只係跑第4。正當以為同菊花賞優先出賽權失之交臂之際，好彩有一匹獎金更加高嘅馬備戰菊花賞。黃金旅程先可以憑藉住阿寒湖嘅獎金參加菊花賞。去到11月2號菊花賞正賽，黃金旅程人氣第10，賠率係38倍，大家都睇佢唔起，偏偏佢亦都係最搞笑。菊花賞上黃金旅程同另一匹馬頂級選手係並列第8。菊花賞之後嘅下一次比賽係1600萬以下嘅金馬鞭杯，騎師換咗武豐。呢一場比賽黃金旅程只係攞到第2名。比賽之後嘅武豐都好無奈，佢話第2個彎嘅時候隻馬走去咬外側並排過嚟嘅馬。雖然新馬係會咁樣做，但佢冇諗過參加過菊花賞嘅馬都仲係會咁，亦都係自此開啟咗老黃金戰地記者嘅生涯。嚟到1998年，黃金旅程一口氣攞咗3場第2，計埋之前嘅金馬鞭杯，黃金旅程已經係連續4場跑第2。喺天皇賞資格賽嘅日經賞上，黃金旅程又一次攞到第4，又係同 G1 優先出賽權失之交臂。不過黃金旅程依然可以憑藉住累積獎金，可以去到春季天皇賞嘅賽場。呢一年嘅春季天皇賞係被稱為90年代最弱嘅一屆。上一年嘅冠軍摩耶重炮退役，上年3冠獲獎馬陽光白人同埋代兼福來分別退役同埋因傷備戰，而一啲出名嘅馬好似無聲06等等都冇參賽。正當所有人都一致認為呢一場係御用律師同埋木白光明對決嘅時候，喺最後100米，黃金旅程緊緊咁樣咬住木白光明身後拋離馬群，並趕過咗一同加速嘅御用律師，用57.9倍嘅賠率爆咗個冷披，跑第2返嚟。而喺呢一場比賽開始，一共攞到7個亞軍嘅黃金旅程就被大家戲稱為銀牌收藏家。
6月13號，黃金旅程喺穆克紀念上輸俾暫別06跑第3。7月12號又喺寶塚紀念入邊輸俾無聲06跑第2。喺呢個時間，你話黃金旅程勁，但係佢唯一一次贏馬都係當年嘅亞寒湖特別。但係你話黃金旅程唔勁，佢又可以喺呢一次寶塚紀念入邊跑贏武豐嗰隻氣槽。喺呢一場寶塚紀念之後，因為黃金旅程遇到任何有實力嘅對手都有差一啲就贏嘅經歷，呢一種微妙嘅唔甘心感，令到黃金旅程名氣開始大漲。10月11號京都大賞典第4名輸俾青雲天空。11月1號秋季天皇賞直路又開始內閃，將冠軍拱手讓咗俾越位陷阱。自此黃金旅程一級賽3連亞，再一次坐實銀牌收藏家嘅稱號。11月29號日本杯相比起之前比較弱嘅天皇賞，今次日本杯陣容堪稱豪華。特別周、氣槽、神鷹齊聚一堂，仲記唔記得開頭嘅時候我講過黃金旅程好中意去咬其他馬？今次比賽亦都唔例外。喺比賽途中，黃金旅程不斷嘗試去咬特別周條尾，就算最尾入彎嘅時候都依然不斷側頭，最後導致自己只係跑第10。而連場大戰加埋運輸影響嘅特別周喺呢一場都只係跑第3。去到年底有馬紀念、青雲天空、氣槽、木白光明、草上飛都有參加，黃金旅程好大都係領先青雲天空跑第3。到1999年，黃金旅程開局跑京都紀念跑第7，一個月後嘅日經賞跑第3，又俾青雲天空扳回一局。春季天皇賞跑第5，輸俾特別周之後，又連續攞到2個重賞賽嘅第3。呢一年係特別周競賽生涯嘅最後一年，喺跟住落嚟嘅每一場，佢都要面對呢一位曾經成日追住自己個囉柚拗嘅黃金旅程。喺7月11號寶塚紀念特別周俾草上飛超越，黃金旅程跑第3。10月10號京都大賞典，兩隻馬一同沉沒。10月31號秋季天皇賞，黃金旅程衝出馬群即將贏之際，俾特別周喺後邊以馬頭位反超。11月28號日本杯，特別周贏咗望族，成為日本嘅總大將，黃金旅程跑第6。12月26號有馬紀念，特別周退役戰又俾草上飛反超，黃金旅程跑第10。就係咁兜兜轉轉，黃金旅程喺特別周嘅壓制下，始終都係甩唔到亞寒湖嘅呢個昵稱。一轉眼嚟到2000年，黃金旅程似乎都唔係好過。G2 美國賽馬會杯跑第2， G2 京都紀念跑第3， G2 日經賞跑第2， G1 春季天皇賞跑第4。其中京都紀念同埋天皇賞都係俾世紀末霸王好歌劇壓制。距離黃金旅程上一場嘅頭馬亞寒湖特別，黃金旅程已經連續輸足28場，一直以嚟嘅騎師鴻澤重文都無奈離開，但係練馬師池江太郎選擇奮力一搏，重新邀請武豐返嚟策騎。呢一次黃金旅程係以第一人氣參加5月20號嘅 G2 木克紀念。比賽當日係落大雨，東京競馬場個場地亦都變咗重馬場。巧合嘅係喺呢一次亦都係黃金旅程生涯第2次遇到重馬場，上一次亦都係木克紀念。呢一場比賽前段步速好快，頭1000米58秒7，武豐亦都一直控制黃金旅程留後，喺最後100米一口氣超越城中金星跑第1。呢一次係黃金旅程第一次攞到重賞賽嘅冠軍，甚至係周日寧靜子嗣第100場嘅頭馬。一隻947磅左右嘅馬，可以喺一啲咁爛嘅場地下爆發咁快嘅末段，觀眾席上嘅喝彩聲係比一級賽有過之而無不及。黃金旅程終於可以擺脫亞寒湖特別嘅呢一個稱號。呢一次勝利令到池江太郎無比感動，馬房團隊好多人亦都為之激動落淚。當你以為黃金旅程會因為呢一場比賽就重振旗鼓，
開始佢嘅連勝之路，稱霸日本，咁你就真係太天真啦！唔好忘記呢一年係2000年，亦即係世紀末霸王好歌劇稱霸日本馬圈嘅一年。6月25號寶塚紀念第4名輸俾好歌劇。9月24號日產驚賞，好歌劇唔喺度，但係第5名輸俾名將路途。10月29號秋季天皇賞，第7名輸俾好歌劇。11月26號日本杯，第8名輸俾好歌劇。12月24號有馬紀念，第7名再一次輸俾好歌劇。可以話好歌劇係全面壓制黃金旅程。2001年團隊本身想好似上一年咁，俾黃金旅程先參加美國賽馬會杯，但係因為換咗新騎師藤田重義個磅比較重，思慮再三之後都係選擇俾黃金旅程參加日經新春杯。呢一場就好似要將大半年受過嘅冤屈一次過發洩出嚟咁。黃金旅程入彎緊貼內欄，一口氣超越前面嘅馬攞到第一。呢一場係黃金旅程第2次攞到重賞賽嘅頭馬。之後因為同過馬廄嘅快德勝被安排遠征杜拜世界杯，黃金旅程自然被當做陪同馬一同前往杜拜，仲順手幫佢報埋同一日嘅杜拜司馬錦標賽。儘管路上團隊已經減少餵食，但喺10幾個鐘嘅飛機運輸底下，黃金旅程都係出現咗腹痛同埋食慾不振嘅情況。睇住體重大幅減少嘅黃金旅程，團隊其實都唔抱有好大嘅希望。再加上參加呢一場嘅比賽，仲有未來嘅世界馬王奇異光芒，冇人會覺得當時嘅黃金旅程有獲勝嘅可能。不過武豐又一次帶領黃金旅程創造奇蹟。喺比賽過程入邊，武豐將黃金旅程始終保持喺馬群中間嘅內側，入直路喺馬林入邊揾到個位衝出嚟，再將身後嘅馬彈甩，喺全力追趕之下，幾乎係同奇異光芒並排衝線。而黃金旅程喺影相之後，係以臂位之差贏咗呢一場嘅冠軍。凱旋而歸嘅黃金旅程，信心滿滿去參加寶塚紀念，然後再一次俾好歌劇同埋名將路途打到落去第4名。10月7號嘅京都大賞典，黃金旅程終於跑到個第一。但係結果因為再一次斜跑，導致騎師成田路墮馬被判失格，又只能將個冠軍拱手讓咗俾好歌劇。跟住落嚟嘅秋季天皇賞第7名輸俾愛麗素馬，日本杯第4名輸俾森林寶月後，黃金旅程終於捱到最尾嘅退役戰。不過黃金旅程嘅退役戰就冇安排喺日本，而係選擇遠征去到香港，跑12月16號嘅香港瓶。因為之前遠征杜拜嘅成功，令到黃金旅程終於拎到第一次嘅 G1 第一人氣，係只有2倍嘅賠率。喺呢場比賽入邊，黃金旅程起步係留喺中間留後嘅位置，咁樣順住隻馬走。但係戴圖理騎嘅藝高強喺最尾入彎之前忽然加速，入直路嘅時候係領先馬群成4個馬位。黃金旅程喺武豐嘅控制下喺直路加速脫離馬群，但係黃金家族傳統內閃基因突然發病，仲差啲撞到欄杆。好在武豐控制及時，黃金旅程再一次拉翻出去，以一個極快嘅速度去到藝高強嘅左側，終於喺終點前以臂位壓過藝高強，喺自己嘅生涯最尾一戰，終於拎到夢寐以求嘅 G1 勝利。喺9號檔位開始競賽生涯，又以9號檔位結束。黃金旅程漫長而且曲折嘅競賽生涯，終於迎嚟落幕。呢一個係屬於黃金旅程嘅有終之美，更加係日本出身訓練賽馬第一次拎到海外嘅 G1 冠軍。當年嘅 JRA 更加係為黃金旅程頒上咗2001年嘅 JRA 特別獎。當年藝高強騎師戴圖理接受訪問嘅時候，都好無奈咁表示，又俾呢隻馬做低咗，睇嚟真係八字唔啱。佢係咪一見到高多芬嗰件藍色彩衣就會特別出力？2001年1月20號，團隊喺京都競馬場幫黃金旅程舉辦咗本身冇安排嘅退役儀式。
當日嘅京都競馬場歌頌住呢一位喺一眾名馬身後浮浮沉沉，但係從來都冇放棄過嘅歷史名馬，生涯50戰7勝，獎金10億2113萬8100 yen， 先後更換過7次騎師，出戰20場一級賽，36場重賞賽，打破咗優秀素質嘅紀錄。2002年，黃金旅程去到北海道日高町種馬站成為種馬，同年成為種馬嘅仲有一生之敵嘅好歌劇。黃金旅程嘅子嗣好多都繼承咗佢體格細嘅特點，專攻草地，性格亦都大致分為兩種：小型馬叛逆暴躁，大型馬任性抽象。就好似我哋下一集要講嘅黃金巨匠同埋黃金船。今集嘅黃金家族第一集黃金旅程嘅故事嚟到呢一度，中意我哋條片嘅記得俾個 like， 想快啲睇到下集嘅就記得訂閱。最後馬年都祝大家有一個黃金嘅旅程，我哋下期見，拜拜。